顾言冲上来要拉我，被一个声音拦住了。别动他！所有人都回头，门口站着一个男人，黑色大衣，没打领带，他身后跟着2个助理，一个在打电话，一个拿着文件夹。我不认识他，但顾言认识。顾言的脸色彻底变了。傅西周，男人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我。我来接我未婚妻。眼睛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，全场死寂。我张了张嘴，他轻轻按了一下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别说话。顾总，你跟我未婚妻的妹妹在一起，我没意见，但你占着我未婚妻的档期，我有意见。宋瑶瞪大了眼睛，谁是你未婚妻？傅西周低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不像是看一个陌生人。他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的眼神让我觉得安全。他们都不动了，他带我走。